在咧新闻要带乡亲来去佚佗，明仔载开始就是清明4天的连假，有野生动物园主题游乐园呢，或者10多年前家己赛车游览的活动呢，开放民众会使驶家己的车到草色的动物区去看犀牛、河马等等的动物，买使一免受专用的马术呢，亲自去饲野生的狒狒，也就是狼熊，互民众全新的体验。哦，知道了。家家带要去河马喙，伫咧真近的所在，看因每一个动作。后一站可以当含犀牛做为翕相。来，3、2、1。我的野生动物就伫咧你的身躯边，寻到这间野生动物主题乐园，趁4月连假，杀自家活动。鸵鸟。民众会当家己赛车，在规家伙仔来遮耍，唔免含别人客伫咧油封车顶，舒适佮自在。那小时候因为跟爸爸妈妈自己开车进来玩过，然后大概已经过了20几年，现在很怀念这种小时候的回忆。民众生意安全，园方拢做管制。会有我们专业的兽医团队以及我们的活动部的人员呢，会做一个车辆上面的一个引导，那以及现场的一个戒护。运气好，拢会当含这动物小照梦，想要爽过刺激的，园方有人的车会当载你去找真歹的狼熊。看到好食的红菜头，全部拢装过来。园方带游客饲这动物，毛游客拢耍啊真欢喜。